有一句古早话咧讲，这有钱正免，无钱就免食。其实对这当中，咱就当了解到这免鱼的价值。伫咧家己布袋免仔鱼呢，因为即摆风台是大量死亡，而且这风台过了，佮连续了几6天的雷公雨，或者池仔内35000只的免鱼是惊死，损失超过500万。花边满满白色的所在，拢是惊死冰岛的免鱼。阮那的主人讲，因遮阁有饲乌鱼、沙巴鱼。 风台过了后，拢无代志，就干那这2区免鱼全部冰岛，计用35000斤。因为它是石手科的鱼，它耳腔内有耳石，那耳石会跟声音产生共鸣，所以它会直接刺激它的脑部神经。如果说那个声响超出它能够接受的范围，它就会晕眩，甚至严重就是死亡。 渔民讲，这种高经济价值的鱼仔已经饲3冬，原本伫风台来进前，已经有家人讲好要用1斤100个的价钱，互人来收。想袂到一个风台过了后，2区的鱼仔全部死去，损失超过500万。2个加起来大概是35000斤，35000斤的150，养了3年，那个成本不敢算，我不敢算，电钱啊，还有人力啊，还有饲料费用，就像乌鱼一样。 养到快要收成的时候没了，我相信那个的损失都已经是到最高点了。渔民表示，免鱼对养殖环境真敏感，为鱼仔开始饲，若有啥物死角煞，就会造成损失，成本甲风险较悬，所以才会有钱食免，无钱免食这句话。饲免鱼看天食饭，拄着风台心花全部乌有去，渔民无奈讲，即马有钱嘛无免通食。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。